再来。来看第一集，来第一集，来下一页。好，你和我累，所以不是忝啊，是累。好，我们来第一集，我来唱一遍来。谢谢。好，我刚刚有唱错了。我们第一集加第二集，最后一个音清气，气敢若两拍尔，2拍而已哦。对。好，来唱下一首282首，282首。我心我欢喜，我的嘴着金丝。第一集，我是。
看第4集。第4集，来后一面。拍摄第3集，谢谢。好，下一页。好，那个上写是腰鼓哦，腰鼓。好，阮第3集过来唱一个。1、2，来。以班卫星来救回京西。这平安时间已经到，咱要用神真实来敬拜咱的主上帝，请咱安静来听候敬拜。福音静声。
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咱吟圣诗201首，救主听堂的声，请起立来吟全首。救主听堂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好，我泪牺牲流血，救我做人性命。主，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将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听堂声音，我着刻掉的心，我做这定是义家，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将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纯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坦使用，互我夜的正成。主，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将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会行因爱受主的戒，直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救你，我搭救过你，将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阿门。咱犹原徛伫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个来启用。三个来启用伫启文16篇，启文16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在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愿万国快乐。
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俄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三个来祈祷，感谢主，在疫情的期间，阮阁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阮俄罗主，阮的心神啊，恁着俄罗耶和华，毋通袂记伊一切恩惠，阮阁一摆。数算主的恩惠，主多成肉体，顶伫十字架顶，流宝血死过我，赢过罪恶权势。因为主的宝血，我得到救赎，无阁受罪捆绑，我得自由，得逃亡。我有新的活命，无搁再惊吓。伫主内面，我有盼望。伫盼望中，我的心要欢喜，我的心要快乐。伫盼望中，凡事我靠主，求主赏赐，心灵得到平安。甲快乐，伫生活生命中，单单倚靠主，通得胜。主的恩惠，伫我生命中，也伫阮的国家人民，回国台湾面对的疫情这段期间，有严重的时，必须侪人惊吓。但是经过疫情中心官员的努力付出，渐渐进入稳定的情形，各行各业也渐渐恢复正常的经营。这亲像一场真艰难的征战，都是有形的甲无形的病毒来征战。有真侪人面对这个征战，阮拢心内有一个感觉，亲像要失败，但是是坚强。感谢上帝的权能、大气力，有上帝的坚固甲保护。愿求主有缘施落你的拯救伫全世界，伫即时，各国受到病毒的攻击，比台湾更较厉害。求主保护，脱离困苦，通予世界在你的道路，万国中在你的恩惠。照着这个疫情的改变，愿各国拢学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阮的气力，阮的倚靠，阮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听阮祈祷，主愿听。圣歌对俄罗耶和华所定的日，
今仔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教社部派李湾教会老毕超牧师来甲咱请安甲分享。伊要讲道的题目是望远镜甲放大镜、吊镜甲撼镜。那牧师。咱搁一摆同心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主日礼拜时，通进入圣殿来敬拜服侍你。当阮看见台湾无偌久以前，即波疫情，互阮无法度，逐个人拢进入圣殿来敬拜你。当阮搁一摆进入圣殿的时，阮满心感谢甲懊恼。嘛看见大家兄弟姊妹心迫切来到伫上帝面前听主你的话。当我们将这个时间交托主，求你用你的话亲自拍开阮的心，互阮看到你美好的旨意。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要用这段圣经，甲咱做伙来思考放大镜甲望远镜。伫中国唐朝有一个真出名，叫做柳宗元的这个思想家，伊捌讲起一个故事。伊讲伊隔壁厝边有一个做目睭的人，伊的技术非常的歹，因为伊住伫伊的隔壁，所以伊拢知影伊怎样咧去做一寡图啊啦、面床啦吼。所以伊拢会听见伊伫哪用、哪做、哪卖。因为技术歹，常常互退货，所以伊真知影讲，伊连面床都做袂好。但是咧，有一天伊却发觉，这个兄弟伊煞去招募一群人，去咧起一批厝。伊心内咧想讲，这个人连面床都拢做袂好，有当时修理物件嘛，修理甲哩哩落落这种的技术。到底是要安怎去起这个厝咧？面床都做要安怎起厝？但是咧，无偌久伊看到这个人，伊咧指挥这其他的这目睭，安尼指挥甲非常的顺遂，嘛真有技术。一个月这个厝体起好了后，伊发觉这个厝起了非常的水啊，伊非常的着惊。伊敢讲，这个人家己去做目睭，修理面床就修理袂好，但是租一群人去起厝，却起甲遮尔好，所以伊感觉讲，这个人是一个公平的组织者。我想伫咱的社会上，咱嘛会看到人安尼，有一个人可能某一种的专业无介绍，但是真有组织，真有管理，真有带队啊。有一句话安尼讲吼，这个大宅礼记，子张问入关啊。伊讲水至清则无鱼啦，人至察则无有。意思是讲水若伤清，鱼也饲袂活。咱若对人伤过头要求，就无有朋友啊。如果你会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你四周围的其他的人，那安尼，人就因为你的尊重，你对人的尊重，佫较得到鼓励。咱若无，咱若是拢甲人挑别人的毛病，安尼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人际交往嘛会陷入一款的困境。所以咱看今仔日圣经，路加，马太第7章第1节到第5节。伊讲无伫批评人，则免拄着批评，因为恁用什么批评来批评，也要安尼受批评；恁用什么量来量，也要安尼量互恁。搁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也无想你目睭内圆仔茶。这段圣经真侪人会晓背，咧甲咱提醒真侪人际关系的代志。咱甲看这段圣经。批评
台语的圣经，啊，就讲华语的圣经讲论断啊吼。这论断的意思，原文带有审判的意思。咱来知影，审判是执法者的特权，法官代表行政机关，代表了政府。咱若是做唔到什么款的代志，大概政府就会调你去法庭，也是讲人甲人中间有什么款的纠纷，你就要上法庭。所以耶稣甲咱讲，唔通论断，就是咧甲咱讲，唔通掠家己超越过别人的顶面啊。比如讲，咱讲别人骄傲，安尼意思是咧甲审判。换句话来讲，就是讲你家己无骄傲，所以你才会讲别人骄傲。所以你审判别人的是非，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讲你比别人较好啦。当咱讲别人安怎时，就表示你有比伊较好，所以你才有资格通讲伊安怎。所以其实主耶稣所讲的这段话，是咧针对一种的态度。就是感觉家己真牛，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感觉家己比别人较好的人。其实咱嘛唔通定定要做人的老师，要做咱来去做别人的奴仆，这就是上帝呼召咱去做的。咱咪让想看卖，如果咱真正逐项代志拢真谦卑，做代志做人真谦和，那安尼，你所踮的工作单位，你所大诶，四周围你甲你诶厝边诶关系，你来教会，你甲团契关系，甲教会兄弟姊妹关系，会偌尔啊无共。咱有时应该安尼想，别人嘛无比咱较差，毋是咱定想讲吼，别人比咱较差啦。所以其实人甲人，人比人气死人，对毋对？所以其实互上帝去评断就好。咱来常常改掉这款真介意做人的老师，去共指导，感觉家己非常厉害这款的心态。其实今仔日的圣经有一个警告，佮一个鼓励。主耶稣讲这个话，大声伊互咱一个讲警告。警告什么呢？伊咱看马太第7章第2节，伊讲因为恁用什么批评来批评，也要安尼受批评。恁用什么量来量，也要安尼量互恁。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是基督徒生命的秘诀。你必须要会晓掌握，你怎样对待别人，上帝就怎样对待你。你会当试看这个原则，咱嘛会发觉，伫圣经的内面有涵盖真侪这款的例。所以圣经甲咱讲，你无赦免你的兄弟，你也得袂到赦免。你批评论断你的兄弟，上帝就论断你。你愈严苛责备你的兄弟姊妹，上帝就哪严苛来责备你。这就是主的警告，这非常的可怕。圣经中充满这款的原则，我举一个例就好。咱知影大鼻龙有犯罪嘛？吼，大鼻龙伊曾经占人的某做某。奇怪的是，其实这项代志，若认真用法律上的角度来看，代笔咱法律上抓袂到代笔有甚物款毋对，因为代笔是王，伊强占别人的某，看起来煞变做非常合理。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伊是国王，代笔是以色列军队上悬的统帅，这个负责人的丈夫是伊的部属，是伊下面一个军官的太太。这个军官，佫是一个非常尽忠的军官。代笔为着要得到人的某，煞做一项歹代志，就是把这个军官派去到日上前线，佫吩咐迄个军队的元帅，把伊调去上危险的所在，结果害伫迄个所在战死。看起来，用人的法律来看，代笔无法度指责啊。因为伊有权点有兵天将，一切合理合法。既然妇人人的丈夫死去，伊当然会当带伊做某，迄是当时的法律是合理合法。但是上帝监察人的心，代表会通秘过人的法律。上帝看透伊的心，知影伊心内真正的原因。所以代表有犯罪无？代表有犯罪啊！但是法律上无法度监察到人
内心所想的，表面上看起来法律上无罪，事实上伊的心无好，上帝监察。所以上帝罗帮拿单来见大笔，来解说这件案件。拿单安怎甲伊讲？伊讲一个送羊人，敢若有一只迄个羊母啦吼，母的羊仔吼，啊甲看做那亲像吼上重要的物件，拢抱伫怀里。啊，一个好野人有真侪只羊，啊看到即个送羊人，敢若即只羊，佮看介意人的羊，佮共强强甲夺去。大笔是国王，嘛是法官啦。当然，伊要做出判决。结果大笔听到拿单讲即个故事了后，非常的生气。伊讲即个好野人吼，伤过分啊！家己遮尔济只羊仔，却咧共强强摕迄只送羊人的羊仔，唯了一只羊仔伊也要人摕，这公义伫倒位啊？所以大笔讲一句话，伊讲安尼，即个好野人爱刑人4倍，意思爱刑人4只羊仔。所以大笔看到别人的刺啦，哦，看袂到家己的伊迄落原木遐大间吼，拢看袂到啦。其实伊夺走了迄只羊仔啦，就是迄个军官的太太。所以拿单甲伊讲哦，讲你就是迄个人呢，你就是迄个人呢。我大笔插一个，伊是讲伊做这代志无人知呢，迄上帝知影呢。拿单搁甲讲哦，所以其实大笔等于是宣判家己。伊爱刑人4倍，上帝拄拄好照伊家己的判决，后来伊失去4个后生。所以咱看到上帝话真奇妙，大笔必须要根据家己的判决刑4倍啦。伊亲口宣判了家己。所以你若去看这个撒母耳下卷12章18节吼，你会发觉吼，这个记述了无几段经节，大笔虽失去一个后生。后来，伊的囝佫互相自相残杀，一个佫杀了另外一个，最后总共大笔真正损失了4个后生。对咱个人看起，上帝根据你的言语甲判断来审判你，这就是主耶稣的警告。伊讲你用甚物款的牛别人啦，你都要用甚物款的牛你家己啦。所以后来大笔真正用4倍。伊所让的物件，付出4倍代价。所以其实主耶稣嘛，互咱一个鼓励，因为伊安怎讲？你怎样关心你的兄弟姊妹，上帝就怎样关心你啊！兄弟姊妹若有需要，咱就出手甲伊帮衬，而且是用正确的态度，毋是迄款爱高高在上吼，你无法度啊，我来甲你怜悯，来甲你帮衬，毋是即款的态度。乃是用真实对心肝底望甲伊帮衬，那安尼，上帝同款嘛帮衬你，你会发现，你愈好上帝，上帝就互你对伊遐摕到更较大的关心甲属灵的祝福。所以其实一个有灵性的人，咱伫教会内底拢讲有灵性的人吼。到底要咱讲叫做有灵性？可能你会当甲讲安尼，就是常常来做礼拜、温群参加聚会、逐工读圣经、祈祷，安尼的人，一个有灵性的人，常常会发觉家己的不足，会搁较谦卑伫上帝甲别人的面前，想要对别人付出吼。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伊袂自我评论，嘛袂去评论别人，伊嘛袂。真要意别人怎样看伊，伊敢若在意啥物？上帝怎样看你？上帝怎样看我？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吼，应该爱定定去注意上帝怎样看我，毋是别人怎样看我，毋是我怎样去看别人。接下咱来思考放大镜甲望远镜。有一个面包店的头家啦，伊真生气，就走去法院。伊去法院控告伊久长甲伊互相合作的一间厂商，这个厂商是咧卖这个牛奶的，这个农场的主人，伊告伊诈欺。法官就开始审理这个案件，将因两个人拢调来到法庭的所在。这个法官就问这个农场咧做牛奶的饲牛的伊咧
一个成山牛岭的这个农场的主人讲哦，人伊告你偷金减粮。啊，这个农场的主人就讲，无啊，我拢做生意袂安尼，我拢做实在，所以我的公司嘛开遐久啊，伊嘛甲我交关遮久啊，啊伊无代无志甲我过，安尼是怎样？啊，这个面包店的头家就讲哦，啊伊拢讲白差啦，我有骗足久啊，毋信哦，我迄天我顶礼拜去甲买牛奶吼，几工前买牛奶，恁即马去称看卖，现场称看卖啊，看是偌重啊，我甲买1公斤啊，哦，法官就去磅称磅啊来安尼一称，800公克，头200公克。哦，啊面包店的头家就讲：你甲看，我明明甲买一公斤，结果互我800公克啦。啊，这个农场的主人就讲奇怪，我将来卖牛奶都毋捌安尼共头前检你吼，但是我当说明是讲哦，因为我遐吼。无迄个磅秤啊，我遐敢若有这天平啊，所以我每一摆吼，这个面包店的头家来甲我买牛奶的时候，伊会搁甲我买1公斤，我会搁甲买1公斤的面包啦，吼，所以伊就拢会炸1公斤的面包来，啊，然后我就互伊1公斤的牛奶，啊，我是拢安怎称呢？我是拢将面包放伫天平的另外一边，然后这个将我的牛奶倒互伊平平。啊！大家有听出来问题出伫对无？啊！你问题就出伫吼，面包店的头家其实伊头前减量升啦，因为摕800公克的面包来卖互这个牛奶店的头家嘛。啊，人牛奶店头家用这种的天平啊，伊无法度知影这偌重，但是伊知影讲这2个平重。哦啊，所以当场这个面包店的头家先讲过这个吼，面拢红起来吼，毋知要搁讲啥啦吼。啊，法官嘛忽然间明白啊，是啥物人欺骗啥物人？我毋知你看这个案件，你心内有啥物款的想法？有时啊，咱真误看别人，甲人怀疑，但是有当时咱会怀疑人是因为咱家己安尼做，哦，所以过来咱来看家己甲看别人，咱差不多拢真介意用放大镜来看别人做无好的所在。但是对伫家己的缺点，咱足介用望远镜吼来看，敢若拢看无，敢若亲像咱的缺点拢无伫身躯边共款。有一句话叫做“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啊。啊，其实应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这个放大镜甲望远镜最好的诠释啊！吼。伫人际关系中，当你若是定定用放大镜看别人，安尼即个对方哦原形毕露啦，会互你看甲一点仔优点都拢无，嘛互家己变做是一个无法度信任别人的人，你嘛会交袂着朋友。啊，咱若对伫家己的缺点，咱拢足介用望远镜来看，哦，因为望远镜是咧看远的，啊，所以若近的所在拢看无啊。哦，咱用望远镜来看家己的时阵，永远毋知影家己有甚物款的欠缺，啊，变做非常的自高佮自大啊。颠倒顶的，咱应该是要用放大镜看家己啦，放大家己的缺点，啊，然后咧用望远镜去看别人，缩小别人的缺点。放大镜的焦点就应该对准家己，毋是别人。对伫家己的缺点，咱需要放大。毋通了准讲这是一寡小毛病吼，啊，这无要紧啦吼，这小毛病毋是毛病啦，但是常常是小毛病引起大大的歹习惯，歹习惯影响你的人生，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你人甲人的相处，甚至影响你本身的品质啦。所以颠倒变的，咱来摕望远镜看别人，咱去欣赏别人的美好的一面，安尼咱就会当较有弹性，甲人相处。看人的优点，无看人的缺点。安尼放大镜甲望远镜，只要你下着所在，就会发挥真大的功效。咱看圣经这段记载，路加18章这段记载，伊有讲起了一个法利赛人甲抽象的伫圣殿的祈祷。你甲看这个抽象甲法利赛人的祈祷吼，咱看法利赛人安怎祈祷。伊讲：上帝啊，我感谢你，
我无亲像别人绿色不义奸淫，嘛无亲像我边仔即个抽样啊。我一礼拜禁食2摆哦，原来我所得到拢献上1/10咯。哦，偏袒家己讲真济，都比别人感觉伊比伊较敖。但是咱看即个抽象安怎？抽象会徛伫远远的所在，对家己的心坎，连摇头天都天都毋敢。伊祈祷讲：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耶稣讲啊，我甲恁讲啊，这个人长期比个人较正做义啊，因为犯自过的比降做卑微啊，自卑的比升悬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水的，嘛引起咱的反省吼。所以第二，咱应该知影看目标，甲看眼睛。望远镜伫使用的时阵，会通看清楚足远的所在。的景象，伊的焦点应该放伫较大的事项，是你人生的目标，也是讲未来的志向。即款的目标顶面，因为伊会当帮助咱找到目标甲方向，都亲像一个真有志愿的少年人，伊对未来充满真侪的梦想，伊嘛清楚家己的目标。那安尼，伊要用望远镜看伊的目标。甲即个望远镜无共的是放大镜，放大镜会当帮助咱什么？帮助咱每一个人常常查考家己的缺点，看眼前的代志。你即马所拄着的代志，有甚物款的启示？你即马看到的代志，你拢爱小可介认真、介认真，伫你的工作，咱爱有，咱即马定伫企业界讲哦，你爱聚焦啦吼 ，focus 你的工作。你爱专注啦吼，你爱常常真猛切、真认真，伫你所做的工作服务内面。啊，若来到教会，咱会讲，伫你的服侍顶面，你爱做聚焦啦，你爱做专心，看眼睛，就是安尼。发现毋对的所在，马上甲改正，非常努力，把代志做好。哦，这都是放大镜的功用啊。所以咱既然成做一个基督徒，咱爱常常去提醒家己，毋通做一个好高骛远的人，嘛无应该做一个原地踏步的工作者。咱爱真做知影两个怎样平衡运用的智慧者。一方面爱有远大目标，看清楚家己的目标，不管是你的工作、你人生的目标，还是教会目标、服侍的目标，拢爱看清楚。另外一方面，你要小心谨慎向前行，适时检讨家己所忽略的细节。所以其实放大镜甲望远镜，要是一句话，用到所在就非常的好，用唔到所在就非常的惨啊。望远镜甲放大镜有无共的功用甲长短，咱会通互相去补满迄个不足。所以咱要用望远镜看别人。用放大镜看家己，希望咱通过今仔的圣经，搁一摆提醒咱伫生活中怎样运用这两个真好的工具，互家己的人生，互家己的信仰，搁较得到上帝祝福。咱同心三个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你拣选阮真做你的囝儿查某囝。阮伫人生的道路，通体会对上帝来所想事满满丰盛的恩典甲慈悲。主啊，伫阮伫即个人世间真侪纷扰、竞争、压力的内面，阮常常忽略家己，回归到伫圣经上帝话来看清楚家己的面貌。主求主你，互阮用放大镜看清楚家己的不足，来用望远镜来欣赏别人的优点。要有真清楚的目标，通对找。愿上帝你的神，甲阮独行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三个同在，互阮伫生活中落实你的话，实现你的话，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来吟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这大恩义，第一是我乐，第二是我感谢，安尼福赛呀无够呀，我心所敬听，我只好的牧者。有阮踮你遐，路无行，青翠的草坡，你欢喜带阮去，啊，互阮通甲你同欢喜。旷野大沙坡，我有时行袂路，其实我心是真艰苦，虽然对着来，甲看见个天笑，也久通互我通救救，万民着亲歌，我的主，我因故，声音好听美嘛温顺，天使好声音，当欢喜出大声，乐我的主成尊名，我心所仰慕大恩爱主耶稣，是你听我替我开路，真理的活命，只有你会相思，我阿门。请坐奉献。咱疫情的关系，把咱的奉献地放伫门口，等下礼拜煞，大家到注目咱的奉献地迄个所在详细奉献。今仔日无来到咱会场，伫跋遐看节目，佮敬拜的奉献用邮局的这个画布，看咱的迄个独行教会邮局的画布，咱唱奉献诗。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你赏赐阮世间人遮尔好的天气，互阮万物活伫你所赏赐的稳定内底。主，阮献上感谢。愿你的国降临伫阮的遮地上上，互阮世间人拢活伫主你的旨意中间。当阮奉献阮的金钱，要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主你降落，
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我来报告。本周聚会到后礼拜四方的遐事奉表，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伫第3面金句。搁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也无想你目睭内的耳仔茶。马太福音7章3节，搁来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也无想你目睭内的耳仔茶。马太福音7章3节。搁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也无想你目睭内的耳仔茶。马太福音7章3节。咱来看第4面小的广告。小的广告。咱后礼拜日10月17礼拜中要召开临时和会，进行中级改选。咱开和会时有备便当，要出席的会员，关系小组报名，未当出席的爱请假。第三。9月19已经有公告选举的办法，甲长老执事的候选人名单、职在人在会员名单，老出入的牧师、书记等连续长老提出。第四，咱恢复实体礼拜，请兄姐留意，这内底重要的，请咱家己详细看。第五，各单位团契小组会当恢复实体的这个聚会，聚会时请确实做好实名登记。咱要改选中级。这个办法伫第4面、甲第5面、甲第6面遮，咱佫有包括有名单，请咱家己详细看。看第6面，教会消息。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教社部派理源教会老毕超牧师前来请安讲道，请兄姐为教社部的事工来代祷奉献。第二，顶礼拜伫会堂后面遐有捡到1000块，兄姐若有趁钱的，请到办公室来领回。第三，这个国庆的期间、假日的期间，明仔载甲后日2位干事休假，兄姐若有急事的，林主做长老还是牧师来联络。第四，妇女团契年会改选的结果，会长吴月贵，副会长陈丽淑。委员刘罗仪、王乔、林惠美、赖秀贤、赖秀珠。第五，10月16
就是这个礼拜六下晡时，伫咱本会呢有台湾制宪基金会借咱本会举办制定新宪的说明会，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六，后礼拜日就是双年时间纪念主日，由双年团契担任服侍。礼拜中要举办中央敬老，今年满70岁有陈秀云、黄孝军、魏启祥；美秀的88岁有陈张芬仪、老黄云雕。爱到时的时阵请这个名单的长者爱亲自出席领奖。第七，就是后礼拜日，咱12点半开中集会。第八，顶学期109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的得奖的名单，有研究所、大学、高中、国中，请咱家己注意。第九，伫10月31日下晡2点半，伫本会举办陈先惠甲李志宏重唱赞美音乐会，要参加的兄弟上网络领票。第10，12月初5，下半年的圣礼典就是洗礼，要报名的爱先上基要真理课程，请向林牧师报名。第11，今仔日有这个庆生10月庆生吼，名单我念一遍：洪坤华、林慧珍、叶碧芬、张伟玲、黄以嘉、魏梅娇、王家伟、肖子文、钟秀云、张新文、罗志勇、罗静雅、方雅婷、李丽淑、罗江宏、陈英珠、林中兴、陈新佑、罗慧茹、吴吉玉、张亚温、魏丹婉露、李潘万兴，精神面线1分。补充报告吼，就是讲，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咱迄边6、7、8、9这4个月的受请有庆生但是还未发这个礼品吼。咱打算呢10月24号开始要补发补发的时候咱会放伫迄个教育厅遐到时候有人伫遐来遐领取，有人伫遐登记登记你领取的名，安尼10月底开始啦，10月24开始。咱团契小组的消息，咱家己看吼。第3点，搁再强调，就是今仔日有兄弟团契的时间服侍啦吼，就是咱礼拜主堂呢，才会建议吼，要维修修复啦吼。安尼11点40的时吼，伫交易厅遐会先用便当。咱搁看关系协会的消息，伫第8面关系协会的消息，正好咱家己看吼。第3点遐搁报告一个，就是迄个银华族的手机教学啦。10月15有上课，伫1楼上课10月15号。即马目前有8个人已经报名要上课啦吼。要上课当然爱有迄个接种卡，搁再疫苗卡、搁身份证来核对，安尼所以
咱这个等一个哈，要来具体的这个大岛财务呢，顶礼拜的财务奉献看家己看11面啦哈，然后楼顶会错5个，请往这个财务部反映，安尼以上报告啦哈。今仔唔知道新朋友来无？无看到新朋友，我遮无名单啦吼。还是无名单的，若新朋友，请咱家己起立，互咱欢迎。好，安尼无咱来即马庆生吼，拄仔念着遐个名单的兄弟吼，请你起立，咱庆生吼。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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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要来具体大岛，具体大岛，咱看遐具体吼有欠安尼。要大岛的事项，咱看第8面，咱兄弟白听的有詹明喜啦吼，洪淑珍、李潘万兴、马时先、何新如、甘启新，遮有因的状况吼，咱家己看遮吼，遮有6个兄弟伫即个所在。搁再有一点，就是为着遮的驻无风社的，就是疫苗吼，第1针、第2针的兄弟吼，来祈祷。我知有人注第2针吼，有较严重的即个副作用啦吼。咱毋茫讲注咧，尤其第2针吼，搁较有即个情形吼，咱会当得到平安。第2项呢，就是为10月17，就是后礼拜日中集的这个改选来祈祷啦吼。咱毋望上帝当竞选适用动用伊要动用的这个器皿，咱请咱起立，三甲来祈祷。感谢主，阮会当同心开喙来祈祷。主啊，阮看到遮的白听的兄弟，也是阮要注目的这祈祷的事项，阮要照圣经所讲的，一概目的挂虑，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咱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感谢主，你的应允是迄个确实，阮要甲阮所有拄到的万项事，阮拢摆咧伫主你面前，阮确定、确信，主你要听。甚至圣神要替阮祈祷，主啊，阮看到阮兄弟遮有迄个白听的，主啊，无论是血压升低，还是呼吸，还是目睭，遮有真济有即个白听，阮除了照到遮的医药。医术，主啊，遮拢要透过这，要互阮的白听会当治疗。阮感谢主，但是主你有大权柄，你有大气力，阮倚靠你，互阮体验主你的听是无变，主你的气力伫阮身上要成就，要动你的圣工。主啊，阮就是。为阮遮的兄弟来祈祷，阮指名要为詹明喜、洪淑珍、李潘万兴、马时先、
好心如，敢起心，这有指命的，还是阮毋知伊心内有伫白疼的。主啊，阮拢摆伫主你面前，阮知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性命的主，阮属灵的主，嘛是阮身躯的主，因为你的创造。主啊，阮一年在过，阮有拄着真侪艰苦的，但是主啊，你拢知，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知影阮心灵所想的，你嘛知影阮所志味身躯内底所有的万项的代志，才会病痛。阮求你医治，用你圣手的工伫阮内底来医治，圣神伫阮内底来医治阮。主啊，感谢主，有阮有这的瓦靠，阮阁会当同齐开声来为这病痛来祈祷，甚至阮要为着阮主有风社的这个代志来祈祷，因为进入到这个时阵，大家拢有拍到第一针，要听候第二针的时，互阮心内无惊吓，无受到别人的影响。阮知上帝你所想事的这医药绝对有效。阮伫惊吓中，阮就会冷静，互阮面对这疫情的时，这看袂到的这个病毒的时，主啊，阮犹原抬头来毋望主，因为主你是阮的毋望。主啊，阮当要主有风社，主啊，阮面对的，就是求主你，或者注入去这物件，这医学的物件，伫阮身躯成做真好的效果，对这个这个病毒会当有治疗的效果。感谢主，阮搁再为着阮后礼拜日要中级改选的来祈祷，由你选阮的中级是透过主你的旨意来竞选，真做有路用，互主你看重欢喜的这个中级。主啊，阮伫你面前，我要祈祷的，就是阮的中级上重要，就是知影持守真理，知影主你真理的这个奥妙，就是有好的信仰，甲好的见证。主啊，无论伫家己的家庭、伫教会，还是伫外面，主啊，因为安尼这个中级的名分，通互因知，因伫主你面前，就爱谨慎，通做好的这个同工。搁在阮选的中级，伫阮的事工顶面真正尽心尽力去咧做，美好的这个同工会当成做团体的力量，互阮教会会当兴旺。你帮助阮，后礼拜要选举的要中级改选的，求主你的圣神亲自来同工，成就阮所这美好这个选举。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着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行平安礼，来。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搁一遍，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好，请坐。咱要来吟上灵诗
510首，俄勒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交陪相通，甲咱众人三个同在，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